緊有乜嘛？Ừ. 緊呢個你好，你好，你哋係睇年嚟噶嘛？係，係咪？阿嫂阿姑有介意噶嘛？唔介意，介意你唔好嗌喎，我嗌嗰啲人喎啊，我啲正能量喎，係嘛？好緊張，阿妹幾多歲咋？25咩？係老水啲。點咁講啊？16了呢？唔係你同我啱定咩？我意思係比我老水啲啊，我先20。我以為你18個，睇年嚟係嘛？睇幾多份2萬， ？2份咩？2份我睇你有幾多吉得買啊？咦，8吉得買嚟嘅喎，耶！㗎，8吉得買嘅喎。我哋有5級嘛？你有5級嘅？哦，哎呀，㗎5吉得買㗎，阿哥有5級得買，我全部都好中意你啊。係嘛？你又做抖音嘢㗎嘛？買有時飯做飯，有時扮做緊咪？買幾多人哋點讚嘛係嘛？係嘛？你叫乜嘢？你整開隻口罩咯，好多人嚟點讚啊！咁啊，我就會咁啊呢度買。方便咪咯？好醜啊！好醜，你冇攞起機喎。你粉絲應該話找得到啊。是肯嚟個挑戰下，大家點讚就俾佢見下見，得咪咯？係啱，我怕醜啊！我一佢幫你，唔係我幫你漲粉，幫你點關注，好酷啊！咁咪咯？麻煩，又點知馬細㗎？話幾好噶，利用佢。哦，冇個利用，你淨2粒兜幣㗎，嗯，充多2蚊啦。我睇佢哋，我睇佢一味名呀。求求其其，哦，一直求求其其買到2000粉係嘛？2000未到，粉啲作品你平時發作品係有啲正人幫你點啲讚嗰啲嘢嘛？就係分享生活。即係都係正睇到多啲讚㗎係嘛？係。啊咁你又多粉絲就有讚㗎喎，係嘛？作為個真當中意個2獎粉嘛？兩日點知食？來，我睇下大家肯幫你點讚嘛啫？依家906萬係嘛？點到1000萬，點到1000萬，馬上人哋就俾隻口罩你，係咁耳望一下，好嘛？同意嘛啫？答應你嚇，開始3，記咁多人嘅萬嘅人好容易點講？1000萬分分鐘嘅事，即係1分鐘就賣晒，30秒時間點得到就俾你睇，阿嫲點得到，我哋啲朋友全部在你睇緊。阿嫲點得到呢？我哋品質面，你整開口罩俾我睇下眼就係嘅，好嘛？如果點得到1000萬，就轉過來俾大家見一見。睇，哎呀馬丑啊，可以啊，㗎威啊！佢好緊張，我真係好緊佢好緊張，太緊張咧，馬色咁緊張嘛，靚女，咁緊張做乜嘢？同大家打聲招呼，大家好啦。 Hello，新年好。你咩名叫馬光色嘅咩？例如我叫琪琪，大家好，或者我一個妹妹係嘛？乜嘢你講打招呼啊？我叫思婷，思婷，大家好。順利大道大家好。哎呀，我大家都神。係真係好怕醜，面紅齊咧，紅得透咧。我開始，阿晶，佢一直求其其啊，睇住我弄啲嘢俾你，大概練嘅時候啦。 一隻求其其，睇到嘛？一條木嗰隻頭頂後面有一條木個，唔得咧。OK，10秒鐘，你自己可以拉票咧，大家幫你點關注，在右下角，只俾你10秒鐘時間，開始拉票。順利大道嘅朋友可以幫我點點關注，然後新嘅年希望你哋發大財，然後順順利利，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然後多謝大家嘅關注同埋點讚。右下角啊！ 關注好夠鐘，填多一年先。你啱啲佢估漲得到3000個，一個漲得幾多嚇？等佢要大概幾秒鐘個延遲個，佢會有啲反應嚇。等。喲喲，以後你發作品好多讚嚟個，翻倍啦嘛知啊，大班人幫你點讚。啊攞隻機現場個，因為佢靚女呢係我8級燈牌。 一直大家都講，我啲粉絲全部都係你阿公阿婆咁多。咪係喎。係啊，我知道個，即係講在背後咧，其實一樣有好多你靚女，亦有你靚仔，一樣識得睇我個，支持我個，中意我個人可以講係從10歲去到90到100歲。我見好多人都中意你。係啊，感謝，來4118啊，佢就未有延遲仔。正常嚟講，你今晚應該漲到，因為好多切片個，佢會有漲到5000係冇問題一個。真啊。開得嘛？好，你睇年嚟睇幾多份？祝你粉絲真幸福。真幸福咪？睇幾多份年嚟2份。2份係嘛？安排。好。來，獎勵品我都有，有嘢送。有排面嗎？有排面。
你使另外領嘅嘛？㗎冇錯㗎，阿哥同阿姐阿哥同妹妹引導質都冇錯。其實佢阿哥又可以再另一份㗎，因為佢有5級燈牌。嚟，感謝伙計嘅支持啊，理解嚇。或者客影咩？誒，來客影，你阿哥冇意見嘅咩？冇意見㗎，阿哥放心，但係我買嗰啲人啦哥，我買嗰啲鹹濕佬啦哥，我買係吧？買係。攞幾影啊？幾蚊影啊？幾啲角度好睇？你整口罩影我係咧，唔該。日細顯到親近啲嘛嗱。哎呀點錯咧，唔好意思，我撳咗哪邊好似瞓覺咧。San mà liều các bảo lắm á. Quay tâm,你liều thiết啊嘛？馬花個係㗎，我又買做乜嘢？我啲手隻計，我又買掂到你係嘛？耶！我咁知佢咪啲動作咪我呢擺度。比心。緊要啊，係嘛？緊要個。緊要嘛？緊要邊啲㗎？我睇個，係咁噶嘛？哎呀，好嘅，好嘅，你同佢眼熱啊！3、2，OK 嘛？係，好，多謝，好，拜拜嚇。又繼續睇，愛牌面啊！愛咩？識貨啊！你人都識貨。你咩？阿婷係嘛？婷係嘛？你而家做咩全名係乜嘢？唔係後尾兩隻字。思婷係嘛？思婷識貨啊！阿哥神嚟話，阿咁就歡送思婷睇住嚟神嚟儀式，現在開始，唔好嘢，再見，神嚟喎，拜拜。